Hello，你哋好，歡迎嚟到港媽珠海小日記，我係喵雞媽。首先請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分享我嘅影片，俾個 like 我，同埋留言俾我，多謝大家。最近珠海有一個好大討論性嘅話題，而且係一單好感動嘅醫療個案，係一位41歲嘅女士為咗想生 BB，守護生育希望，由廣州去到珠海做手術。我睇完呢個新聞之後，我即刻諗起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嘅弟婦都有類似嘅經歷。所以今日想同大家一次過分享呢兩個真實嘅故事，等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有多個參考。首先講呢一個41歲嘅女士，佢本身就有生小朋友嘅計劃，但係喺體檢嘅時候發現咗子宮入邊有一個直徑超過12厘米嘅巨型肌瘤，醫生形容為大過成年人嘅3個拳頭。新聞裏邊有提供相片嘅，但係因為相片比較敏感，所以我就冇放喺呢度啦。大家有興趣睇都可以上網 search 下。除咗呢個肌瘤之外，佢仲被驗出有 HPV-16型陽性、細菌性感染嘅陰道炎同埋乳腺結節等等好多個問題。當中最緊急要處理嘅就係呢個巨型嘅肌瘤。呢個肌瘤生長得好快，嚴重壓迫住個子宮。如果唔處理佢嘅話不單止好難懷孕，即使懷孕咗都會好容易引發流產或者早產呢啲嚴重嘅風險。因為呢位女士好想生 BB 啊，佢好想保留個子宮，所以佢周圍去揾醫生問專家，最後佢得知到珠海有一隊婦科嘅醫療團隊，而且呢個團隊入邊有幾位好資深知名嘅醫生。呢一隊醫療團隊一向主張係盡量用微創手術，佢哋嘅理念係以最少創傷獲取最佳療效。經過醫療團隊討論之後，團隊就決定為呢位女士進行開刀手術。雖然係比微創手術傷害大，但係就可以徹底咁樣切除呢個肌瘤，同埋可以縫翻靚個子宮，等將來懷孕做好基礎。當做手術嘅時候醫生發現子宮嘅表面佈滿咗大大小小唔同嘅肌瘤結節，再發現個肌瘤原來大到有15厘米直徑咁大。最後手術都好成功。而且出血量只係僅30毫升，過程好順利，可以保留返個子宮，有生育嘅希望啦。呢一個個案我即刻諗返起之前我朋友個弟婦，因為睇到我喺 Facebook 度分享，講述我有一個朋友嚟咗珠海做呢個乳腺瘤手術，所以佢就主動聯絡我，問下我珠海有冇相熟嘅醫生啦。於是我又幫佢去打聽一下。其實最初佢都係喺香港睇過私家醫生。但係香港嘅醫生都係建議佢整個子宮切除，因為佢個肌瘤比較大。嗰陣時聽佢講，佢話都同個子宮差唔多大啦。而且佢話就算喺香港公立醫院做，更加冇得選擇，都係一定要成個子宮切咗去。佢都唔想咁早就冇咗個子宮，佢都想做微創手術，而且佢想慳翻啲錢，因為私家嘅手術費太貴。所以佢經過一番資料搜集之後最後就決定過嚟珠海揾我。仲叫我陪佢去睇醫生做手術，我有幸又可以學習多啲。每一次去見醫生，我都覺得好似係上咗一課，學識到嘅嘢又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佢嚟到珠海之後，我陪佢去咗一間珠海嘅3甲醫院，見咗一位好專業嘅婦科醫生。而呢一位婦科醫生當我睇完頭先我分享嗰單新聞之後，我先知道原來佢就係團隊裏邊嘅其中一位資深醫生。呢位醫生好有耐性，首先佢就好仔細咁樣去睇我朋友帶俾佢嘅報告啦，然後就分析咗3個手術嘅方案。第一個方案就係將整個子宮切除，優點就係唔使再擔心子宮癌變，一了百了。缺點就係會影響荷爾蒙，有一啲女士就會擔心提早衰老啦，或者影響身心嘅狀態。第二個方案就係切除肌瘤，保留子宮，優點就係可以保留完整嘅子宮。缺點就係肌瘤有可能會再復發，甚至有機會變成惡性，即係癌症。第三個方案就係將個子宮縮細，切除多餘嘅組織，但係保留子宮。優點就係保留子宮，唔影響荷爾蒙，減低提早衰老，又會減少肌瘤復發同埋癌變嘅機會，而且仲係可以做微創。手術之後就視乎每一個人嘅手術狀況，有可能仲會有月經，又或者冇月經啦。不過冇月經都唔代表係收咗經。身體係唔會提早衰老嘅。缺點就係手術相對複雜㗎。咁呢個朋友聽到手術複雜係有啲擔心㗎。咁再問多次醫生嘅時候醫生就話
你只要按自己嘅心意去揀是但一個方案就得啦。即使你揀第三個方案，將個子宮縮細咧，麻煩嘅都係醫生。呢樣嘢咧係醫生去諗嘅。我哋兩個聽到之後咧，都覺得呢個醫生係好有心，佢真係以病人嘅福祉為優先。最後呢位朋友咧就揀咗第三個方案，可以保留子宮，由大子宮變成小子宮，切除多餘嘅組織。除咗切除大肌瘤之外，醫生喺手術裏邊仲發現到其他細位有異常，都一齊處理咗。呢個醫生真係好專業、好貼心。手術之後，呢位朋友咧需要插尿喉，好似係插一兩日，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咧，所以佢係一路都有屋企人陪住佢幫手照顧嘅。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分享朋友入醫院嗰條片，都會知道係唔會有嗰啲清潔姐姐幫手倒尿㗎。雖然清潔姐姐唔幫手，但係病人嘅反應都係話好滿意嘅。如果大家未睇我關於乳腺腫瘤切除嗰條片，大家可以返去睇，入邊講解得好清楚喺住院期間所有嘅細節。咁咧，呢一位朋友咧就係住咗單人房，咁包括咗佢個檢查費啦、手術啦、藥物同埋住院費咧，佢總共埋單係26,000蚊左右。主要係因為佢住咗10日醫院左右啦。本身咧就係住1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但係因為佢身體有某一項指數一路未達標，所以佢一日又一日咁，直至到大概10日佢就可以出院啦。咁每一晚佢住單人房就係400蚊，咁呢度咧就已經係有4000蚊嘅住院費咯，房間費。如果住普通病房係40蚊，咁就爭好遠啦。咁所以如果佢住普通病房嘅話咧，即係話大概22,000鬆啲就已經可以埋單啦。咁當然啦，除咗呢個手術費令到我朋友非常之安樂同埋開心之外咧，佢亦都好滿意手術嘅效果。佢喺手術室出返嚟之後，我去探佢咧，佢就形容俾我聽嗰種痛咧就係好似好劇烈嘅 M 痛咁樣，係可以接受到嘅。不過咧，我記得佢同我講過話，起碼第一日係要完全瞓平個人，唔可以喐，唔可以落床。咁呢一位朋友咧就係我朋友嘅弟婦嚟嘛，咁所以咧我都唔係好經常同佢聯絡嘅。咁手術之後，我係有探過佢2-3次，我仲聽佢分享佢同周圍嘅病友都打成一片，成日聚埋一齊傾偈，所以佢留院期間係好開心。到佢出院之後，佢同我講，佢話覺得好似卸咗一個好重嘅負擔，成個人都鬆晒。我記得我嗰陣時仲同佢講咗好多次，我好戥佢開心，好戥佢開心，我真係好戥佢開心。佢可以揾到一個醫生幫佢保留子宮，又可以解決咗佢肌瘤嘅問題，仲要可以做微創。我見到佢好開心，我都覺得好開心，而且價錢亦都係佢可以負擔得到嘅。如果大家對呢一個醫生團隊有興趣嘅話，其實可以喺微信上邊 search 一下有關資料，珠海婦科之類嘅字眼都可以揾到呢一個新聞。我就唔直接喺影片度公開啦。希望我嘅分享都可以繼續幫到有需要嘅人，或者如果大家覺得呢條影片可以幫到身邊嘅人，都請你幫我分享啊！我會繼續去吸收更加多嘅資訊，再分享俾大家。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俾 like 我同埋留言俾我。多謝大家收聽收睇。